Channel 而家就示範乜嘢叫跳盲扭舞。佢首先戴上眼罩，手上揸住粒顏色混亂嘅3×2×2觸感扭計骰。首先將粒扭計骰旋轉同上下顛倒，向觀眾示意，然後跟住音樂節拍，蒙眼搖動身體跳舞。音樂結束前，佢要復原粒扭計骰。佢不斷左右扭動 pat pat、膝頭哥屈曲伸直、屈曲伸直。佢將雙手擺向右邊扭動，跟住擺向左邊，來回幾次。轉咗動作，右下、左下、右上、左上，來回幾次。又轉咗動作，舉起右手，放低，繼續扭動；舉起左手，放低，繼續扭動，來回幾次。佢再次將雙手擺向右邊扭動，跟住擺向左邊，來回幾次。再轉動作，右下、左下、右上、左上，來回幾次。又轉咗動作，舉起右手，放低，繼續扭動；舉起左手，放低，繼續扭動，來回幾次。最後佢將復原嘅扭計骰旋轉，上下顛倒，向觀眾示意。真係啊，扭計骰已經復原咗啦！佢點頭示意，謝謝欣賞。